公司票價加幅，除咗唔計市民嘅負擔能力之外，亦都係唔計服務質素嘅喎。港鐵公司嘅服務質素停滯不前，事故頻頻。今日咧西鐵又有呢個事故啦，搞到市民咧係非常之唔方便。港鐵公司應該好好檢討自己嘅服務質素，而係唔應該日日時年都係要加價。今次港鐵公司要6月份加價，加幅係5.4%，係歷年以嚟嘅新高。希望行過火車站、即將搭火車或者搭巴士嘅朋友咧，都可以幫手簽個名。即使你唔搭火車，你知唔知火車加價所導致嘅連鎖反應係乜嘢？今次港鐵公司要求加價5.4%，九巴見到咧又話要加5%，之後咧專線小巴、途咧的士咧都會繼續加價㗎啦。交通工具嘅票價提升會帶嚟連鎖反應，衣食住行咧繼續都會加落去，所以我哋要集合市民嘅力量。人民力量今晚一班義工，包括新界東團隊同埋港島區團隊咧，都喺火車站同埋隧巴站呢度咧係進行緊一次大規模嘅反對港鐵加價嘅簽名運動。我係萬邊陳志全，今日同埋一班義工咧喺度做緊一次反對港鐵加價嘅簽名運動。我哋已經進行咗個幾月㗎啦，喺火車站沿線，北至上水、粉嶺、大埔大學，南至沙田、將軍澳。今次咧出到嚟紅磡火車站呢度，好多住喺新界東嘅朋友，每日都要搭火車同地鐵返工放工、返學放學。喺6月份開始，大家嘅負擔咧又要提升啦，因為港鐵咧係希望瘋狂提升票價，票價加幅係5.4%，係歷年以嚟嘅新高。我哋希望咧可以集合市民嘅力量，一齊簽名同埋攞張單張睇下。最弊嘅咧就係我哋咧對於加價咧已經麻木啦，麻木之後就不知不覺肉隨砧板上任佢加，佢話加2%就2%，4%就4%，10%咧都可能會加下次。如果我哋唔看住佢嘅話，人民力量嘅義工朋友喺火車站呢度進行緊一次大規模嘅全港反對港鐵瘋狂加價嘅簽名運動。我係萬邊陳志全，希望各位朋友行過咧，嘥10秒8秒鐘埋嚟，攞張單張睇下，同埋咧簽翻個名。每晚我哋咧都收集超過1000個市民嘅簽名嘅，已經咧喺呢個4月份咧集合咗數萬個市民簽名啦。希望大家嘅反對聲音可以令到港鐵公司擱置今次6月份嘅瘋狂加價。各位行過火車天橋嘅朋友，你哋好，我係人民力量嘅萬邊新界東嘅陳志全。今日同埋港島區嘅劉家雄咧一齊喺度做緊一次反對港鐵瘋狂加價嘅簽名運動。大家可能覺得一個簽名能唔能夠改變呢個現實，能唔能夠阻止港鐵公司嘅加價呢？如果得我萬邊一個簽名就梗係唔能夠啦。但係我哋已經齊集咗數萬個市民嘅簽名，只要有數萬個市民簽名，甚至係上10萬嘅市民嘅反對聲音呢，無論係議會裏邊嘅議員，定係香港特區政府呢，都唔敢呢袖手旁觀、坐視不理。港鐵公司亦都唔可以為所欲為，加得就加。希望各位每日都要搭火車、搭地鐵嘅朋友，可以停低10秒8秒，幫我哋簽翻個名。反對港鐵公司6月份嘅無理加價，呢次嘅加幅咧係天文數字咧，其實你要睇下港鐵公司今年係賺咗幾多錢？港鐵公司今年咧係賺咗接近150億，係147億，但係咧仍然咧係要求瘋狂提升票價5.4%，係歷年以嚟嘅最高。而所謂嘅可加可減機制，喺呢幾年嚟咧係從來未見過減價嘅，只有加價。除咗要反對港鐵瘋狂加價之外，我哋要求重新檢討地鐵火車票價嘅呢個可加可減機制，要加入市民負擔能力同埋服務水平呢一啲標準咧，嚟到去計算票價加幅。好似火車嘅服務係歷年以嚟咧都係停滯不前，冇乜改善啊！地鐵話要起月台嘅幕門，起咗10幾年，
晒，話要起廁所，又係都唔知起到2017都起到未。港鐵公司貪得無厭，加得就加。其實港鐵公司咧係一間社會企業，係服務社會為本。但係呢一次咧，佢比一間私營企業咧更加無良啊！因為佢要賺到盡，唔理市民嘅負擔能力，喺賺錢接近150億嘅情況之下，仍然堅持要票價加幅係5.4%，係非常之可惡啊！而且咧，港鐵公司咧其實亦都係個地產商嚟嘅，地鐵沿線物業同埋商場咧嘅收益咧，都係港鐵公司嘅主要收入來源。舊年咧係接近50億。港鐵公司年年賺大錢，年年加價，所以我哋呼籲咧，所有有份搭火車、地鐵嘅市民可以停低幾秒鐘，幫我哋簽翻個名喺我哋義工手上咧，攞張單張簽翻個名，反對港鐵呢一次嘅無理加價。我哋香港市民都忍咗好耐啦，地鐵年年加價，年年賺錢，年年加價，到底我哋可唔可以反對港鐵加價呢？只要香港市民係夠齊心，我相信咧港鐵公司呢一次咧係一定要讓步嘅。就正如喺議會裏邊，民主派嘅議員佔有少數，人民力量嘅議員係少數中嘅少數，只得兩個，一個黃毓民，一個大嚿陳偉業。如果根據呢個道理咧，所有惡法我哋都阻止唔到㗎啦。佢要通過就通過，都唔使開會，唔使辯論，因為人哋投票係實贏你㗎嘛。今次毓民大嚿用拉布去抗惡法，其實個目的就係要阻止惡法嘅通過，要增加議會通過惡法嘅成本，增加政府嘅管治成本。最後，香港政府亦都要讓步，將網絡23條呢個惡法咧係暫時收回，而替補機制呢條惡法亦唔能夠咁輕易、咁順利喺議會裏邊用多數暴力，用36票建制派嘅票咧係將佢通過。所以希望香港市民明白，人民力量雖然係少數，但係我哋會堅持，希望每個市民同我哋一樣，都可以行多一步，諗多一諗。以前以為無能為力做唔到嘅嘢，只要今日我哋夠齊心，我哋可以行多一步，就可以將唔可能變成可能。喺度我哋呼籲各位日日搭火車嘅朋友可以埋嚟，喺我哋人民力量新界東同埋港島區義工手上咧係簽翻個名，攞張單張睇下。今晚我哋喺度進行緊反對地鐵火車瘋狂加價嘅簽名運動，我哋希望收集過10萬市民嘅簽名，喺呢個5月份咧迫使港鐵公司跪低，係擱置咧6月份嘅呢個瘋狂加價。港鐵公司貪得無厭，罔顧乘客負擔能力。今晚咧除咗我陳志全話邊之外咧，我哋香港人講主持袁彌明啦，同埋我哋老細蕭若元先生咧都喺度幫我哋打氣，幫啲義工打氣。希望咧各位市民可以埋嚟幫手攞張單張簽個名，睇下港鐵公司呢一次嘅無理加價條數係點計嘅。港鐵公司年年賺大錢，今年特別多，接近150億，係147億，但係仍然咧係一意孤行，要提升票價5.4%。人民力量喺呢2個月不停喺火車站沿線同埋地鐵站進行緊反對港鐵加價嘅簽名運動，希望大家咧可以埋嚟攞張單張睇下，停低10秒8秒幫手簽翻個名，反對港鐵公司嘅瘋狂加價。